Unpack，Let's go！早晨啊各位，今日出發下一站 Niche， 揾咗一間火車站附近嘅餐廳去食翻個 lunch， 條路真係好斜啊，背包行山體驗啊！間餐廳真係好隱蔽，100%肯定係本地餐廳，連餐牌都冇英文版本。繼續係由老闆推薦菜式同埋本地咖啡，唔錯唔錯。食完就出發去火車站啦，趕住過去，點知delay30分鐘。國家首都中央火車站睇起身都好落後，大堂就望落都唔錯。火車入邊係幾寬敞，但座位大部分都好污糟，同埋有一股異味。跟住就嚟到今日嘅重頭戲啦！架火車因為前面個路軌着火而停駛啊！而佢哋啲路軌下邊依然係用木做嘅枕木 ，so that's why 架車停咗之後都停埋冷氣啊！一開始都好冷靜咁喺度剪緊片，之後見到有人落咗去路軌度，就知道大件事應該要停好耐。隔離仲有一架要去土耳其過夜嘅火車，跟住係問咗原因之後，知道要等2個鐘，但2個鐘之後依然係冇動靜㗎。架車越嚟越熱啦，大家都落晒去路軌嗰度休息傾偈。中途有個姨姨嚟話俾我哋聽，架車會翻去 Belgrade，因為前面路軌今日唔會整得好喎，但係佢會安排一架巴士嚟接我哋去下一站去坐火車，但就未知係幾時會嚟接我哋啦。於是我哋苦中作樂，攞咗部相機落去影相。點知車長見到我哋喺度影相，叫咗我哋去車頭板開車啊！真係超好玩啊！仲要送咗2支相俾我哋，大家都好友善咁同我哋展開話題，隨便嗨下又聽到人哋嘅故事啦，真係好中意呢一種同陌生人傾偈嘅感覺啊！終於安排到巴士嚟接我哋去下一站啦！趕喺天黑之前離開咗呢個地方，喺下一個站繼續展開我哋嘅火車之旅。再見啦，對面車嘅朋友！唔知佢哋今晚係咪喺呢度過夜呢？啲警察應該係喺度處理緊呢一個問題啊！雖然計劃不似預期，但都係另一種體驗。晚安啦各位，我哋要繼續旅程啦，聽日見。